重要一点，就是说它接了台八以后，台八跟我们的国一、国三啊有接哈，所以变成未来哈3条横向这个纵向的道路哈，彼此得到一个连结哈。那我们看台南的这个路网哈，北边就是台八市有到这个西滨，那这一条就变成国八哈，然后接到我们的这个郑文溪桥，也是到西滨哈，它是对于整个我们七股跟安南哈的这个观光的发展是非常重要。那这个桥因为它跨过郑文溪，再往南就是台江国家公园，所以它在环保生态上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哈，包括它的肉墩，包括刚才我们局长报告的它的造型的设计哈，因为这里整个台南的这个海边，这里是包括候鸟哈、水鸟啊的构境，那另外就是我们黑面琵鹭的这个栖息地哈，所以我们在整个的设计上面也花了非常多力气哈，我们也可以想象。未来这座桥在整个郑文溪的这个出海口，所以它势必是一个安全景观的一个大桥哈。我觉得它除了在安南跟七股的这个整个的观光的发展以外，对台南市的发展也非常的重要哈。无这条路的情景下，算交通较无方便。咱若假使要对安平过，你来个对国姓桥走去安民路。哦，走你这个汽车大众路车，靠活动去探过到安平，啊，所以这条若通了，直接过，探过咱土城，探过咱到咱安平，哦，这条要探过到咱安平，未来会咱地方带来繁荣，啊，佮带来大发展安尼，啊，完则有生意的，这个生意有大家有钱赚安尼，哦，这是阮做地方基层的一种上要看的这个愿望安尼。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2005年到现在17年，所以地方也盼了很久，但是很多公共工程都是要一棒接一棒，一步接一步，赶快台61线赶快连下来，不仅是对地方一个重要的事情，也对台61线的整体路网的形成也很重要。因此呢，我们都很谢谢我们关系各位里长各位议员各位立委，大家都非常关心，千呼万唤始出来。那现在我们的新建经费现在到96亿，终于能够这个成功的开始要动工了。谢谢王部长能够最后拍板定案，也谢谢各位会当这个划时代对咱台南市的交通，对台61线的整个的贯通，台北的流通足重要的，会台61线。闸门溪桥会当这个动工，刷来过闸门溪了后，进入安南区，伊的路线大家嘛足关心，希望接下来一直继续做，一直到高雄安尼南高之间，以及南部地区的这个路线就会更完整。大家好，我是陈美纯，欢迎收看2月22号礼拜3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中华民国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市会21号暗时举办第41届第2次的会议。现在因为疫情较稳定，所以今年特别邀请外国学生来参与，并且举办外国人爱讲故事联谊活动，总共有来自8个国家12位外国的学生参加。嘛，借着这个机会来分享无同国家的乡土甲民情。台南市国民外交协会自民国67年成立，到今年已经满45周年。为了促进外籍生对着台湾的认识，伫个前会长嘛是现任的公关主委陈清泉的任内，首次举办外国人爱讲故事的联谊活动。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停办一档。今年伫个新会长王定峰的支持下，再次来举办。因为现在疫情之后国门可以开放，那在2年来，这些外籍学生其实他们都无法返国，或者是在没有办法说顺利的这样子回到他的家乡，所以在这2年里面，
几乎都是在我们台湾度过。那这2年来，我们也很少有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活动。那疫情之后，刚好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在过年之后，让各国的学生来交流一下他们国家有趣的过年的一些有趣的故事我想对我们外交协会所有的会友们也是耳目一新现场有来自瓜地马拉、亚马加、马来西亚、加墨西哥等8个国家12位的学生参加。有的学生中文是讲得真好，有的必须要看笔记。因除了介绍家己，另外嘛趁着机会介绍家己国家的乡土民情，借此促进国际友谊。新年快乐的时间，我们喜欢跳一下，我们喜欢跳舞，跟吃很多饭，吃喝玩乐。对，所以我们在新年快乐会胖一点。我的国家瓜地马拉，我的国家在中美洲，亚热带气候占主要地位。国民外交协会台南分会在成立1档以后，目前有会员的第2代陆续加入，和外交协会成为一个大家庭。在亲场现场的主持邱医师，自细汉接触外交的事务，不但外语能力好，而且佫曾经得到台湾小姐以及国际青年大赛的肯定。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台南普济店有一条用加当立石榴这种技术所制作的网铃顶下道，到即马已经有超过70年的历史。因为新的脑骨损伤，庙方特别邀请得到虎城工艺奖的木雕艺师刘进文进行授福。授福以后，嘛伫普济店的庙埕举办成果展。画面上所看到这雕梁国刻花木道，是历史超过70年，在台南普济店的网梁顶下道，除了是年价9万以外，也是因为采用相当罕见的加当立石榴工法所制造而成。因为早先这张岛有损害，庙方特别邀请虎城工艺奖木雕大师刘进文来修复。也因为加当立石榴工法相当少见，刘进文也特别拓印弯寸桥的图纸留下记录。当初它损坏的部分即使在那个原始图稿都看得到。起码你在右边那个图稿，它因为我在做的是安尼。其实我在修复之前我会把这个还没修复之前，我会把它全部的图稿画起来。也可以参考啦，可以参考。它目前这一座比较严重的部分，就是它第一个就是它的骨架已经松动的很严重。然后第二个它掉落的部分，它掉落的部分的是它这个部分，还有这个部分，这个部分，它有一个比较黑色的部分的是拢重新再修复的。因为加当立石榴的地位甲工艺性无共一般，庙方甲中西区公所18日特别伫普济店举办记者会，向大家报告因的修复成果。加当立石榴伫台南这个地位跟那个公益性是非常重要。不过就是很多就是把它荒废掉，我感觉会较可惜啦，较可惜所以我10几年前的这家的修复的工课，因为我本身是木雕创作者啦，不过我发觉到讲，这个安尼袂使，一定要有关这个政府机关也好，还是公部门，还是民间，咱爱赶紧来保护这个作品。惊咱的传承会断层所以讲，一直说有机会个甲咱这传统艺术咱的后辈知影上今仔日他们看的咱这普济店这个顶下道这水着这传统工艺这样繁琐免去保存是咱大家共同努力啦。也因为刘进文有习惯将每一件修复的作品用米纸拓印留存，因为不但会当为传统技法做记录，未来若是有其他的部位损害，嘛会当有修复成原貌依据。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位伫安南区的13殿庆行宫，早年是地方的学堂，长期推动大庙行学的台南社区大学大港分校，嘛正式宣布，
将伫庆行宫开办地方创新教育课程，要来彰显百年学堂的文化。台南社区大厦大港分校创意大庙形学，推展一村一庙一学堂，这因做十三殿社区博物馆了后，伫十三殿庆行宫的支持之下，伫这展开地方创新教育工程。咱的先民有5个姓13个人，来伫咱13殿遮呢，较早古早时代大港内海啦、官埔啦，来这开垦，开垦的阵到有一段时间到。一直开垦啊到121年，121年，较来起一间迄个公厝啦，较来起草帽，伫遮伫遮定居就对啦。十三殿庆行宫早年是在地子弟读册的村庙学堂，村民成为学仔。伫100年前，安顺国小也设伫十三殿甲总头寮的交界处，见证台港教育史。咱伫见证200年，伫庆行宫大庙咱曾主任甲咱里长一盛新赞老师，这地方的耆老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共同来恢复着咱庆行宫的大庙形学。这会当讲是值得咱纪念，嘛是有一个盼望咱台港见证200年以后，不管是10年、50年，后手的300年，咱日后会当讲以大庙形学精神来培育咱新一代的公民在地子弟。对阮13殿的子弟，对阮13殿的乡亲来讲，这是一真盛大的一个活动，会使讲等于是开工点眼共款，真慎重来，互咱的乡亲知影讲，这个文化教育是咱提升咱地方的这个水准上重要的一个工课。其他乌克丽丽师生将会伫土地公设置了后的2月22号暗时，伫庙口以小型写生音乐会以及课程体验，以国民参与的行动来庆祝恢复十三殿庆行宫学堂历史文化。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水沟社园区内面有一丛将近100年的枣仔树，每当1月到3月会生真侪红枣。其实，这丛枣仔树过去伫个水沟社拆迁的时阵，差一点就被撤掉。后来是爱树仔的人士甲当时的立体里长张英努力甲台南市政府沟通，才保留落来，并且被列为珍贵树木，列管保护。伫水沟社路的人行道顶，有一丛树龄将近100担的枣树。这丛枣树原本是生长伫水沟社唐玉清将军厝的巷仔口。当时水沟社要拆迁时，这丛树木也曾经面临被移除的命运。后来经过纪灵南老师以及当时的理财里长张英等人共同甲市府沟通之下，最后成功将这丛枣树列入台南市珍贵树木编号251号进行保护。那我在年轻的时候看过这棵枣树，我在它的围墙外吃过枣子，也和汤伯杰先生问过这个枣树的由来。在民国99年，我认为这棵枣树，它的形象很美，然后很适合让我们搬出去的眷户能够回到枣树底下来一起唱歌，来一起为它庆生。所以从民国99年连续有8年，我每年为它办理庆生会。这丛枣树阿嬷虽然已经将近100岁，但每当的10月还是会开花。过年的1月到3月开始结果，满树红枣，也吸引真侪民众前来采果。每年在11月到3月，都有枣树阿嬷，这个百年枣树阿嬷为我们生很多的枣子，现在树上就有累累的果实。那我也透过一些社区的活动来纪念她，希望来水交社路中间的游客。或是我们水交社原来的眷户，喜欢百年枣树，来看看枣树阿嬷。1月到3月的时间，它会慢慢的结果，然后当它结果累累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民众他会来采撷这些原生的枣子。那
据说他们会拿去晒干，晒干之后可能把它做成枣干啊，或者是泡茶来使用。那因为它是无毒的，没有喷洒农药，其实对大家讲求这个健康的一个无毒时代来讲，它是非常非常具有一个健康的取向这样子。在都市内底，各当看到结实累累的百年枣树，实在真难得。保护老枣树的发起人张英，除了感谢市府当时愿意将树保留，为水高社民众留下美好回忆。同时为了枣树阿嬷的健康，呼吁市民大众莫为压肥，只要有当时压水就好，如此才会当维护老树的健康。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一般人可能唔捌想过用来治疗上腺突的正头毛的技术，即马也当互皮肤的空喙好起来。省大病院皮肤部医师王德华用泡泡龙病人家己的头毛浸入去多年拢治袂好的空喙当中，竟然成功互空喙变好。目前这项研究的成果不但伫国际期刊发表，而且伫目前的学术文献也阁无类似的研究。泡泡龙是一种严重罕见的皮肤水泡的遗传疾病。因为皮肤中欠缺第7型的胶原纤维，只要轻轻的摩擦，就可能会形成水泡甲空喙。对此，省大病院皮肤科的医师王德华甲李玉云教授，伫咧观察到泡泡龙的病人头鬃，相对皮肤来讲是完好的，因此利用植发手术来改善泡泡龙真歹好的空喙。泡泡龙有分很多种型。那对严重型的话，就是说它的这个胶原纤维，第7型的胶原纤维，它是在皮肤的表皮跟真皮中间的一个蛋白，就是让我们皮肤可以连在一起。那它缺乏这个，所以它的皮肤就很脆弱，轻轻碰一下，它的皮肤就松开，就像水泡，就有伤口。所以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其实我们是因为观察到这位病人很特别的地方，而他身上那么多的伤口。但是，头发看起来很健康，所以我们就想到说，头发里面是不是有比较健康的这个皮肤的干细胞？所以才会想说，那就从他的头发种到伤口上面，是不是都可以治疗好他的伤口？我们植发就像说，像这个男生的雄性秃，那我们就会把从他的后面的脑袋的头发种到这个秃头的地方，因为头发里面就有干细胞。所以它就会在新的地方再重新生长。那我们这个原理都是一模一样的。医师表示，利用治疗雄性秃的植发手术，靠着头鬃的毛囊干细胞来改善病人慢性空喙，无需要经过实验室的体外处理。以患者李女士现身的讲法，伊平均每9个月就做一间植发的手术，每间会种60到200支的头鬃。到目前，总共种了360支，手术后的空喙嘛大约减少85%，和原本逐天爱开4点钟来换药啊，已经大幅度减价1点钟。希望未来省大病院团队这项的手术方法，会用来帮助更较侪泡泡龙的患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有一位男子去年中因为车祸造成颜面骨折。虽然救回一命，不过却鼻无嘛食无味，而且因为目睭底骨折，造成目睭的外观无啥自然。后来经过安南病院复合混成手术室重建以后才恢复。台南市立安南病院整形外科的主任王冠志表示，一般的颜面骨折，大部分是因为外伤或者是车祸造成，情况的状态亲像颜面的肿胀。变形，严重者甚至会改变视觉、咬合、甲颜面的触觉等。其中的关键，就是颜面骨的中间相当的细微，两边的颜面骨的骨头宽度差异绝对免会超过0.2公分。我们现在在做颜面骨骨折，其实是非常精细的部分哈，因为颜面骨只要超过0.2公分的差异，大家会觉得它的不对称性，甚至有时候会有一些功能性的影响，包含像是我们眼底的骨折，如果你没有处理，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复视，或者是我们眼位高低的一个变化，让人家觉得就是一个不自然的情形。好，所以我们现在引进了这样的一个复合式的手术的一个操作，可以让我们的手术更精细，而且更精准的达到我们调教的高度
跟我们包含我们骨板的置放的一个安心性，还有精准性啊，这对我们安南区的居民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而且也可以提供我们更好的一个利器，可以治疗这样颜面骨的骨折。亲像康先生虽然伫第一时间以抢救为主，不过后来因为目睭的肿胀，加上失去嗅味觉，后来才发现是眼睛底骨的骨折。透过安南病院复合混成手术室影像系统的辅助，才保掉患者的颜值，而且恢复嗅味觉。那时候就是除了脸就是眼睛的部分肿了很严重以外，那个时候因为可能是受到冲击的关系，那一阵子短暂的时间，大概嗅觉跟味觉基本上都是不见的。那所以因为有这个症状才会想说，是不是应该要尽快的去找医生来做救治？因为我怕如果拖久的话，神经损伤如果是变成永久，对自己也不太好这样子。颜面骨的手术，因为面部的肌肉加神经的构造复杂，加上一般拢无想要伫面部来留上疤痕，因此透过口内或者是眼睑下定小的空喙来复位或者是固定。因为爱伫小的空喙内底执行，因此困难度嘛较悬。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学生伫学校食营养午餐，到底是食了好，抑是歹呢？市长黄伟哲特别前往中西区协进国小突击检查，并且甲学生做伙食，亲身体验营养午餐的品质。亲着卫生群亲自帮学童拍饭菜，台南市长黄伟哲现身协进国小，甲师生斗阵食营养午餐。1、2、3，开动！好，口罩记得拿下来，然后不能分。学童食甲是好是歹，家己食了就知影。看这个菜色是非常的粗糙。今天的午餐有燕麦饭、麻油鸡尾鱼、豆芽烧、红绿油菜、玉米蛋花汤跟豆浆，营养又美味。那当然主要是蔬菜，还有肉类，还有蛋白质，还有汤，这些都要一应俱全。那让同学不要养成偏食的习惯，每一样都要吃。那所以市长特别要求说，真的如果说不好吃的也要反映。那我们也希望说色香味都要俱全，最重要的是还是偏小个短话。那看我们刚刚看同学有人还是咬蛮大碗的哈。教育局伫这几冬积极推动多项营养午餐政策，包括增设中央厨房、争取数万食材补助、提升营养素配置等等。另外，目前学校食材2到4礼拜采购一摆，配合选用当季食材，压制成本压力。上重要的是，食材拢是采用3张 1Q。确保品质跟安全。那3张 1Q 简单的说，就是这个食材可以追溯它的来源。那台南市来讲，3张 1Q 是100%，所以都可以争取到中央呢偏乡14块，一般可以一餐再补助10块。然后我们呢可追溯的食源的比例呢，中央就有要求1半，但是我们95%，所以代表说我们学校买到的这食材都是可以追溯食材的来源。相对是安全而且有品质。我们希望透过他吃到的是少油炸、少加工品的原型食物，自小就建立他们优良饮食的一个菜单，然后希望透过我们致力的那个菜色的改变跟提升，让孩子能够翻转他的饮食习惯。透过市府甲学校的用心规划，希望学生会当享用健康佮美味的营养午餐。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已经服务8档的苏九肯巧克力完成任务，准备开始退休的生活。因为苏九肯甲一般的狗仔无同，要饲的人需要符合相关的条件，才会当领养。负责饲苏九肯的队员嘛，准备米配、饲料等等的物品，互伊做嫁妆。虽然唔甘，嘛欢喜巧克力会当找到好的新主人。林泉员为搜救犬卸下披链，戴上普通的可爱项圈，依依不舍地准备将它交给新的主人。这只8岁的拉布拉多搜救犬名字叫巧克力，已经到了退役找新家的年纪。其实它就算像是我的大女儿，因为它是我第一只搜救犬。那我的考试也是巧克力跟我一起通过第一场搜救犬考试这样子，所以我很疼它。那我有带它去参加过，就是有带它去花莲的急流训练跟
永渡澎湖湾的活动。那其实在现场他都表现得非常活泼，然后也很黏人这样子，所以他走到哪里都是很讨人喜欢，然后大家也都很疼他。大家也很不舍啦，但是让他退休找到好人家，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由于平时都像是运动员一样在训练，因此巧克力退休后或许会有身体上的问题出现。由于搜救犬跟人的关系相当密切，因此也需要新主人的时常陪伴。那相对来讲，我们也不希望造成领养人的负担。那我们希望第一个领养人要有爱心，要爱狗。那第二个就是家里要有可能要有草地，要有草地，然后最好是住透天的这样子。我们的搜救犬不是所谓的普通的宠物，所以它的活动量本来就很大，它本来就特别活泼。所以第一个一定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巧克力是日本 RDTA 送给台湾的搜救犬，1岁到台湾就开启漫长的训练之旅，通过搜救犬考试，也跟着领犬员参与各式搜救活动。那从106年，我记得像817报啦，甚至有阿朗伊古道，还有柴山、寿山，还有我们的大社观音山，很多就是这些低海拔的山浪。他都参与，而且他是一只很勤劳而且不带斗的犬只。为了不造成领养人负担，设定了领养条件，除了经济许可之外，也要有好的环境，消防队才能将心爱的巧克力放心交出去。我们的搜救的同仁去看过，应该是所有认养的应该是最满意的，所以我才会，他这个一生就8年，他为了台湾的这个救难这个工作贡献，那这下半生大概有几年的时间，那我们这个公司会由个人来帮他照顾。认真负责的巧克力准备享受幸福的退休生活。平时照顾他的消防队爸妈虽然不舍，也相信在新主人的呵护之下，他能够不愁吃穿，开心地过普通狗狗的平凡日子。记者邱玉婷、庄淑婷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2月22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